烦恼风台扫过，农作物的损失严重，高雄主管区的农民早起赶紧抢收。高雄市政府预告，拜三拜四雨会落真大，水利局嘛加点检查抽水站务，确保抽水机会当正常运作。另外，7月2日有一台货船伫高雄港的外海沉船的事故，目前是各有400外的货柜浮伫水面海面上哦。高雄港务分公司赶紧来处理。 一透早农民伫田内底无用，于是透早虽然日头真大，但高雄主管主产菜类，就惊风台带来大雨，造成青菜泡水歹卖，真紧就歹去，赶紧抢收。这2天因为已经有落雨落了后壁，这段期间整个供需有较少，它供需比较少的时候，所以价格的话有调高。这2天来到1公斤，差不多平均价格中价伫30几块。 除了农民紧张，高市府估计拜三拜四高雄港雨上明显，烦恼排水袂赴，恐惊造成积饮水。水利局透早伫抽水站试抽水机的状况，并确认地方地拢有排空，也是伫个给水位。已经都开始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。那今天呢，早上呢，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抽水设备的一个防洪测试。 若是货柜卡伫红片头渔港，也是中门沙滩附近，防吊竿上花。高雄港外海2日发生外籍货柜船沉船的事故，经过几啊天的作业，目前阁有400几个货柜还未好煞。连屏东东流航线嘛会使看到漂流的货柜，高雄港务分公司嘛加紧作业。可是我们看差不多好像26号才会进来，是，剩这2天赶快过去。 正常来讲，你风台天3天，阮船嘛无开，人客拢延期侪啦。受风台影响，东流交通船已经公告26到28停航。小琉球义是透早虽然游客无减，但真侪游客拢减少出游的天数，确保会使伫风台入来进前，转来到台湾本岛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屏东报道。